伊这个前总统陈水扁为精神领袖的一边一国行动党，嘛伫咧昨下晡正式来成立。陈水扁申请要来出席，去互台中家拒绝，所以录影片来祝贺，誓言讲要互一边一国，至少摕到30个立委。现场嘛出现着袂少批评着民进党的声音，甚至甲箭头指向着蔡总统，讲一个人压倒一个党。前副总统卢秀莲嘛来炮轰着民进党，失去着党德甲党魂，都亲像是第二个国民党。一边一个行动党成立，希望讲会使定建立台湾的主体意志。无迄个活国，就是台湾国。除家去咱要求咱的执政党爱讲台湾，爱讲正名。民主本土社团甲独派大脑拢有出声，嘛将焦点对准民进党。民进党2008至今的党规修订，建党时期的初衷理念已经背弃，民主机制荡然，一人凌驾于一党之上，众生喧哗的民主进步已矮化成一言堂。党官僚俨然成为党员的主人。扪心自问，这3年，我们的政绩在哪里？民进党的党德党魂在哪里？这几年我所听所看，我感觉是第2个国民党。未到好，声下句句讲爱民进党无后悔，行政院前院长尤锡坤是真爱玉。被当作精神领袖的前总统陈水扁，想要见证一边一国党成立，不过台中家拒绝，只好用影片来祝福。扁啊，你是做过2任总统的人，那如果选比宋楚瑜的亲民党搁较歹，你到底你的头敢搁举会开？有影，袂当互扁闹开，安尼好唔好？无食真正着见笑死啊！人跋倒到，只好伫个宜兰的签署会写台湾国加油。陈水扁更加希望讲一边一国行动党伫明年立委的选举，会使超过5%的政党票的条件，赢伫立法院成立党团。